喺5月25日凌晨1點鐘，李榮豪就喺佢自己嘅 YouTube 頻道上載咗一條最新嘅視頻。呢條片主要就係佢同佢太太拍住拖去食呢個黐飯豆漿，係做一個食評嘅。但係佢嘅內容入邊，佢始終冇忘記佢個爸爸李家鼎鼎爺。佢入邊亦都交代咗，佢計劃緊嚟緊就會帶佢爸爸去台灣旅遊，食美食、嘆世界、做食評。跟住落嚟，我就會同大家一拆解呢條視頻。大家好，我係新，歡迎大家嚟到新世界。中意我內容嘅朋友請 subscribe 同 like 我嘅頻道，多謝大家。講翻條片啦，我就已經儲錄咗一啲比較重要嘅內容，等大家去睇。嗨，大家好，豪仔啊！咁哇，呢兩日睇到多咗好多新嘅朋友嚟支持，都去到4萬訂閱啦！我見到都哇，好 surprise， 同埋真係好開心，即係好多謝大家支持。跟住見到好多留言，因為有一條片呢，即係我上次嗰條片有成5000個留言啊！咁我而家逐一都睇緊，咁我就未覆得切。咁呢，我之後可能拍條片啦，睇下我做一個讀一讀大家啲留言啦，咁啊再覆返大家啦。咁啊就咁嘅，我就見到有啲人咧就話想睇，即係譬如話我爹哋啊煮餸啊買餸嗰啲啦。咁呢啲即係我講過我都會拍嘅。咁有啲自己嘅生活類型嘅頻道會多啲咯，譬如去台灣咧，咁我就會同佢一齊拍啲嘢。咁當然要睇我爸爸，如果佢嘅身體狀況係好嘅，咁啊一齊去台灣咯。咁睇下由佢嗰度試下，喂，台灣嗰啲嘢食係點，由佢點評。咁呢條片咧，大家會睇到一樣嘢啦，就係佢同太太其實係相當恩愛嘅，係拍住拖去食嘢。咁就我估係相當之趕啦，連拍片都要喺個車度拍。咁所以有網民已經留言啦，叫下次拍片唔好揸車拍，要小心啲，專心揸車。咁呢條片咧拍得好隨意嘅，但係睇嚟佢精神真係相當唔錯。咁亦都睇到佢兩個咧好恩愛嘅原因咧，就係佢揀咗食呢個豆漿同黐飯。呢個咧就係佢講嘅，佢太太好中意食嘅嘢。咁當然佢哋梗係食得好開心啦。呢條片片長14分鐘，就非常之受歡迎啦。因為我第一批睇嘅，我應該點零鐘睇。我一路睇嘅時候咧，呢條片14分鐘啦，14分鐘咧，我睇嘅時候咧，只係得900幾個 like。當我睇完條片之後，已經變咗1400個 like。咁個 view 咧，其實係嗰時呈現唔到嘅，因為佢通常係唔會咁快更新嘅，頭1-2個鐘。咁有冇去到3個鐘嗰陣咧，條片已經去到2萬個 view。因為嗰陣時已經接近凌晨4點啦，即係我睇翻。咁其實呢個時間 YouTube 咧唔係一個黃金時間嚟嘅，所以啲片咧個流量係好低嘅。咁如果聽日去翻黃金就應該會更高咯。但係留言已經超過1000留言㗎啦。而當時嘅 like 咧去到4點已經去到6900，咁可以講係一個好嘅開頭。咁翻返去片嘅內容啦，頭先大家都睇咗我嘅撮錄啊。佢即係無論佢講到咩咧，其實你留意到呢個人咧，即係豪仔咧，都係好掛住佢老豆。佢講緊嚟緊會同老婆去日本啊，去台灣啊、內地啊，食下嘢啊，拍下片啊。佢都預咗爸爸，佢仲揀咗台灣，因為嚟緊最快係應該係會去台灣孝順仔咯。咁其實阿鼎爺都81歲啦，雖然佢預告咗佢會同佢買餸同煮，但係煮得多都辛苦啦。所以呢個安排係相當之貼心啊，就係令佢唔使煮，又可以食到嘢，又可以彈。總之出埠都盡量預鼎爺一份。佢而家最希望就係鼎爺快啲養好個身體，咁就可以帶佢去台灣啦。其實佢 YouTube 咧呢條作為一個生活頻道嘅第一條片啦，佢嗰度寫咗，咁 OK 啦。咁如果你問我，就覺得應該寫下，即係寫得好清楚啲價錢啊，每一樣評得更清楚啦。呢個都唔重要啦，因為佢最後會越做越好啦。咁但係點解會有呢條片咧？其實引申嘅大前提係因為愛回家庭。愛回家庭嗰陣，佢嘅訪問都講咗啦，好唔捨得啲人啊，即係同啲人合作咗10年，好似家人一樣啊。佢講到好唏噓㗎。佢為咗開心就嚟緊可以抽多啲時間做其他嘢，同多啲照顧爸爸啦。
其實大家要明白一個咁嘅處境劇咧，其實係好困身。咁你基本上咧就係將個棋會鎖死，跟住要等個劇本出咗出嚟先會放翻你個棋。咁我舉個例子啦，即係舉宋水輝啦，許家傑啦。其實之前咧，我知道好多劇組咧都想揾佢出去做一啲重要角色，但係非常可惜，因為佢有愛回家，咁珍姐係唔放人，即係唔可以俾一個好長嘅期俾佢做一個重要角色。所以你見到許家傑會喺嗰啲好大嘅劇集入邊都會做一啲好次要嘅角色啊，出幾集啊，就係咁嘅原因咯。咁但係佢而家豪仔可以甩咗呢個，其實係一個開始啦。正如佢所講，佢會利用呢個時間會做翻好佢嘅 YouTube 頻道，再做下呢個賽車各樣或者飆車啦、漂移啦各方面。咁以一個 YouTube 頻道嚟講，佢而家呢個梗係好開始啦。正如佢訪問講咗，哇！而家4萬幾個訂閱喎。佢而家呢兩條片，呢條片啊，就咁講翻啱啱出呢條片啊，都已經2萬幾 view。佢上一條片幾日前出啦，其實已經去到30萬 view。佢同步亦都將呢條片擺咗去自己 Instagram， 去到41萬 view， 加埋70幾萬 view。咁呢個要讚佢咯，即係好識得去用一個跨媒體去為自己營造，把一個時間做一個氣勢咯。咁至於點經營，而家係一手好牌㗎。點經營落去真係好睇佢自己啦。其實都證明咗一樣嘢，佢嘅號召力其實係好強嘅。咁當然呢個號召力係嚟自李家鼎嘅仔啦。但係另一個號召力係咩咧？其實係李小豪10年經營一個角色。咁大家都知佢一個咩嘅演員，就係李小豪咯。你知唔知有好多演員演咗一世戲都冇一個代表個角色？豪仔，你今日好光榮啊！你係有一個代表你嘅角色叫李小豪，係入晒屋噶啦，全部人都知噶啦。作為一個星二代，最大壓力係咩啫？其實永遠都俾人叫李家鼎個仔，啲人甚至係叫唔出你個名啊！唔可以講呢個悲哀，呢個係現實。做演員其實好現實嘅，但係今日你有一個角色咁，令到你入晒屋啊嘛。咁呢個係你經營得翻嚟嘅。就算李小豪啲人認識你，李小豪都係你自己經營得翻嚟，係你應得嘅。我記得謝賢講過㗎，謝賢講過，以前謝霆鋒出道，個個咪叫佢謝賢個仔咯，謝賢個仔咯。佢今時今日啲人叫我做霆鋒老豆，佢講出嚟係覺得光榮㗎，因為啲人原來後生嗰代唔知佢咁勁㗎嘛，謝賢係咁勁，淨係知呢個係霆鋒老豆，所以你其實好成功㗎啦。至於你點經營落去，真係靠你自己。我強烈建議大家去睇下豪仔嘅 YouTube 頻道。其實呢個 YouTube 頻道已經開咗11年，佢係不定期去更新。咁當中大家最重要睇嘅，其實係佢結婚嘅片段。呢條結婚嘅片段咧，其實喺1個月前上載。其實佢一直都冇上載到呢條片段 upload 啦。其實佢喺2022年10月20號結婚嘅。當時佢嘅婚禮咧，由於思明出席就成為咗呢個大新聞啦。佢為咗避免呢個刺激到思明啦，或者係傳媒嘅焦點啦，佢就將呢個結婚咧係不設傳媒採訪嘅，淨係俾 TVB 入去拍嘅啫。咁當然梗係同 TVB 傾好，唔好問思明唔嚟嘅嘢啦。咁你諗下佢當時嘅心情點啊？其實結婚係開心嘅事，佢當然希望大家一齊同佢戥佢開心，為佢高興啦。咁結果就要等呢件事平息咗，平息晒，即係媽媽走咗啦，平息晒啦，大家搞清楚點解阿思明點解唔嚟啦。佢終於就 upload 翻呢條結婚嘅片，分享翻佢當年結婚嘅喜悅。咁當然啦，你睇落去仲有另一條結婚嘅片段，就係李永漢當年結婚嘅片，佢亦都 upload 咗落去。咁你可以睇到當年兩兄弟嘅感情係幾咁好，同埋一樣嘢就係兩個婚禮係差天共地。
一個係比較盛大嘅婚禮啦，你明看啦，一個比較精簡嘅婚禮。其實一個婚禮最重要唔係佢擺幾多圍，而係最重要係一對新人覺得開心同快樂。今日我睇到呢條片係佢哋結婚好多年之後，我一樣感受到佢哋嘅歡欣。而第一條 YouTube 出嚟嘅片，所以佢都揀同佢拍，同佢老婆拍拖，一齊去食嘢。我先知佢哋幾咁恩愛啊！所以呢個咪就係鼎爺口中嘅好新抱咯。如果大家有睇開新聞就知鼎爺講過，佢對我好好㗎，我唔需要嗰人仲餵我食嘢㗎。大家好，今日就講到呢度啦，拜拜。